如我哋嚟傾下成功呢兩個字，好似我哋一世人都喺度追緊嘅嘢，係咪？但你有冇真係停低諗過，成功其實係咩意思？今日我哋試下用一個好唔同，甚至有啲顛覆嘅角度去重新睇呢個我哋以為好熟嘅概念。所以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，你心入面成功係一個點樣嘅畫面？你不如真係停幾秒諗一諗，可能係銀行戶口多咗好多個零，可能係一個好威水嘅職銜，又或者係行喺街上面，人哋會投以羨慕眼光嗰種感覺。好，無論你諗到係乜，都記住佢，因為我哋等陣講嘅嘢可能會令你對呢個畫面完全改觀。好，直接嚟一個好震撼嘅講法，成功有時係喺燃燒緊嘅壕溝底喺度嘅，聽落去好似災難現場咁，係咪？但正正就係呢句說話，挑戰咗我哋一直以嚟對成功同失敗非黑即白嘅睇法。佢其實喺暗示，有啲最極致嘅勝利喺其他人眼中，可能根本就係最徹底嘅失敗。所以，如果我哋想明白燃燒嘅壕溝係咩意思，第一步就係重新定義贏。我哋要拆咗舊有嗰套標準，重新建立一個全新嘅框架。喺呢個新框架入面，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 الفوز，即係真正偉大嘅成功。咁你而家可以暫時將升職、發達呢啲全部放低。因為喺呢個定義入面，成功只有一個目標，就係達到一種令造物主喜悅嘅狀態，而最終嘅回報就係返去天堂。即係話你做任何嘢嘅動力唔再係為咗掌聲，而係源自一種想同真主正連結嘅渴望。聽落好崇高，但問題嚟啦，我哋日常嘅掙扎、努力喺呢個大框架入面又算啲咩？點樣將自己條小路同整個世界嘅大方向連接起嚟？呢度就有個好有趣嘅概念，叫雙重地平線。一邊係你個人嘅路，呢條路可能好孤獨，甚至喺世俗眼中你係失敗者。但喺呢條路上，成功嘅標準係你有冇變得更純粹，你有冇堅持住。另一邊係群體命運，一個信念就係整個信仰群體最終一定會走向勝利。換句話講，你每一次被人覺得係失敗，每一次嘅犧牲，其實都係為最終嘅勝利加緊一塊磚。即係你唔係孤軍作戰，你係一個偉大故事入面嘅一部分。好，咁知道係咩之後，下一步就係點做。如果成功，關鍵係內心轉變。我哋點樣先可以真正改變自己？講真，改變好難，人人都知自己有咩問題，但好多時都改唔到。但有趣嘅係，答案可能其實一直喺我哋本能入面。有兩個關鍵：第一，讓權威變得真實；第二，培養一種真主一直在場嘅意識。聽落有啲抽象，但例子其實好貼地。第一個，你試諗下，你開車快咗少少，突然見到警車，你會點？即刻收油啦，根本唔使諗，因為你感覺到權威。所以重點係可唔可以將對真主嘅感知都變成呢種即時反應？我哋唔係冇能力，而係未將開關接去正確地方。第二個，在場感，你同朋友講緊嘢，可能講得好放，但一有個小朋友行入嚟，你即刻變晒，因為你意識到有人喺度。同一個道理，如果你持續意識到真主一直喺你身邊，你嘅行為自然會慢慢改變。最後，成個旅程嘅燃料其實係一樣嘢，愛。當你明白痛苦係源自愛，痛苦本身就會變。唔係話痛苦會消失，而係佢嘅意義改變咗。考驗唔再係懲罰，而係提醒，係鍛煉。而最關鍵係真主對你嘅愛唔係你要努力換返嚟嘅，佢一早已經存在，唔會因為你失敗而減少。咁就完全顛覆咗個邏輯。我哋唔係為咗得到愛而努力，而係因為已經被愛，所以去回應。有句解讀講得好深，唔係真主冇離開你，而係即使因為愛，他都從未離開過你。
即係連你覺得最遠嘅時候，都可能係另一種拉近。最後一句最顛覆，你要好努力先至可以失敗。意思唔係你一定會成功，而係呢個世界本身就係傾向你成功。恩典、機會、寬恕其實多到滿出嚟，所以真正嘅成功其實係預設值，反而失敗係你不斷偏離先會發生。你而家再諗返一開始嗰個成功畫面，會唔會已經唔同咗？會唔會由一個被人睇見嘅高位，變成一種就算冇人睇見你，都冇背離自己嗰條路嘅狀態？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啟思傳媒，記得留言、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。